佢能夠為香港嘅打工仔女提供最基本嘅保障。我哋爭取咗30年，香港終於有強積金。12年前，為打工仔積金防老嘅強積金面世，各界名人紛紛唱好。你諗下，啲強積金供款全部都係你㗎喎，梗係有你着數啦。有咗強積金咧，就唔怕退休嗰陣時冇保障。強積金你參加咗未？快啲參加啊！強積金你參加咗未？200幾萬打工仔，而家每個月按時供款，累積供款已經超過4000億。但係舊年1年，19個強積金受託人收取嘅行政費，亦都接近70億。強積金一向俾人詬病收費高、回報低。呢個打工一族目前唯一嘅退休保障，究竟有幾大保障呢？強積金你參加咗未啊？強積金是你的權益。咗10幾年嘢啦，咁大學之後一路到而家有啲兼職啊、全職啊，數埋埋都有4、5個強積金戶口嘅。平時咧就真係冇乜動力咧，就去整理同管理嗰啲戶口咯。好多時候就係收到嗰啲每年嘅年結啦，咁睇一睇個總額啊，蝕咗幾多，咁咧跟住就可能擺埋呢邊啦，冇特別去即係每一年去重新去整理咯。2個月前，積金局推出俗稱強積金半自由行措施，容許僱員自行揀受託人管理自己嗰部分嘅供款。何文傑於是趁機整理下自己嘅強積金戶口，結果佢發現困難重重。原來我哋要去想索取了解下自己名下有幾多個積金戶口，同埋喺乜嘢嘅受託機構裏邊咧，都好困難嘅喎嚇。積金局搞一大輪咧，半個月咁可能覆一封回信俾你咧，就係話你有幾多個戶口嗱，請你自己咧逐個機構再打去問你個戶口號碼係幾多號啊，有幾多結存啊咁樣。咁而家你搞緊積金所謂半自由行，咁但係積金局都唔好方便打工仔去方便了解下自己有幾多錢喺邊個機構，連呢一步都做唔到，咁點樣自由行啫？強積金半自由行原意係想引入競爭，從而降低基金嘅行政收費。淨係轉自己僱員嗰 part 咯，即係僱主嗰 part 係唔可以轉嘅。呢個咧就解釋強積金投資嘅。不過轉移資產要6至8個禮拜，難怪大部分人對新計劃反應冷淡。2個月嚟只係得1.3%，即係大約3萬人轉會。19個強積金受託人，500幾隻基金，點揀先至啱呢？何文傑話：佢無從入手。我都揾到我想投資嘅香港股票基金咁有一啲咧就會見到佢嘅清晰啲嘅資料嘅咁樣，但係就你要喺同一版度了解下佢嗰個收費咧，又揾唔到嘅喎。咁啊，只係能夠知道佢有歷年嘅回報率啊咁樣，咁同埋主要投資嘅項目咁。積金局嘅網站就有一個收費比較嘅平台，就算佢排列出嚟嘅數據咧，都係用一啲普通市民唔容易理解嘅語言去表達嘅。咩叫做即係成本列表，咩叫做基金風險標記咁。咁啲數字列咗出嚟，但係其實對市民去參考，作為自己判斷邊一隻產品係適合自己咧，個作用唔係好大咯。咁最終可能就如入5里霧中咧，就係仲卻步去即係進行呢個半自由行啦。消委會舊年比較過市面341種強積金基金，發現喺過去5年有4成半嘅基金都係蝕錢㗎，表現最差嘅平均虧蝕超過1/4。報告同時發現，強積金嘅平均行政收費雖然由2008年1.98%
下降到最近嘅1.74，但係比起新加坡、澳洲、英國同智利仍然算高。咁啊，近年大家都知道咧，有好多意見同埋批評嘅，永遠都係講高收費低回報。咁呢一樣嘢咧，我哋亦都非常之關注嘅。積金局最近建議政府立例設定收費上限，而且敦促受託人提供較低收費嘅基金，又考慮引入公共受託人。我諗想了解下佢嗰個佢哋理解同實際咁同埋最近咁多收費咁啲人會問咗好多收費嘅問題。最近嗰個可能係啲宣傳咧多啲係嗰個收費，咁所以佢哋淨係問收費邊間最平啊咁但係譬如我哋講完之後咧，都係問翻邊間最平嘅啫。我哋做個 education。往往我諗而家就好集中喺個收費度，咁成員就會最基礎地就係睇下個收費最平嘅，咁為之好似。好簡單講就係一個好嘅基金，咁當然平係我哋都成日都講就係平一定係對個投資者係好嘅，但係投資計劃或者係投資產品咧，從來唔會以平嚟做一個招來嘅嚇，唔會因為我哋平所以個投資個產品就得到一個好嘅回報。自強積金實施以嚟，蕭美鳳就同強積金打交道。佢話政府同積金局近期針對基金收費嘅建議，令到業界無所適從。你問我立例去做一個價格嘅控制咧，其實始終都係好有違香港個自由競爭個市場。雖然你話對大眾利益，但係幾時再下調咧？如果政府係想扮演一個角色係佢出嚟做一個公共受託人，咁即係話可能佢係參與緊個市場啦，可能有一班人就會 shift 咗落去喺個政府嗰個保障制度嘅情況底下，咁就同個市場做緊一個競爭。咁呢個失衡嘅話咧，咁大家對強積金嘅期望或者係嗰個信心就更加不濟嘅。咁所以呢點一定要弄清楚咯。而家唔係一個自由市場啊嘛，強積金係一個強迫嘅制度嚟噶嘛。咁如果政府嗰個監管啊，或者對打工仔係對基本保障做唔足夠嘅時候咧，咁其實令到一啲嘅中介人或者係金融機構咧係有機可乘噶啦。研究公共政策多年嘅林本利認為，基金公司過高嘅行政費，令到打工仔對基金公司失去信心。所以政府責無旁貸，應該擔當公共受託人嘅角色，由政府提供低收費同回報穩定嘅基金。金管局咧就成立咗都差唔多有20年嘅，其實睇翻過去嗰10幾20年啦，個投資表現咧都係比較穩定嘅，大市可能升下20%幾咁樣嚇，佢可能只係有10%幾嘅回報。咁但係同樣當大市跌嘅時候，都見到佢嗰個回報咧好穩定嘅喎。過去10幾年平均回報率都有5%、6%。咁我就睇唔到點解唔可以將呢一啲咁嘅外匯基金裏邊嗰個投資組合咧係開放嚟俾埋一啲嘅打工仔去做個選擇啦嚇。咁我都知道嘅，早嗰排金管局總裁都有講過，就話佢冇咁嘅職能啦嚇。咁但係職能咧係可以轉變嘅。特區政府拒絕擔當公共受託人，只係承諾會喺3年內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嘅細節。要實施全自由行，首先就要解決對沖機制。對沖制度係指打工仔面對遣散或者結業嗰陣，僱主可以用強積金嚟繳付長期服務金同遣散費。我做飲食呢行咧接近30年啦，由強積金開始到依家咧，我已經試過2次對沖啦。有一次咧就係遣散啦，有一次咧就係公司結業啦。第2次咧公司結業，賠償咗呢個長期服務金3年俾我啦，但係我3年咧就等於佢嘅僱主供款嘅部分，所以咧佢就可以喺我嘅強積金戶口嗰度咧完全攞晒佢僱主供款嘅一個部分，嗰個強積金戶口就淨係只得我係僱員供款嘅部分咯。完全係背道而行咯，佢應該係俾我哋養老嘅，但係又俾僱主一個機會去對沖，咁樣我冇咗
養老嘅意義嘅喎。特首梁振英喺競選嗰陣承諾過要改革對沖機制，但喺施政報告入面佢就絕口不提。事實上，過去12年嚟累計對沖金額已經多達150億元，但喺2009年對沖機制就沖走咗超過25億嘅強積金供款。我同阿胡紅玉主席反映過對沖機制呢，但係阿胡主席呢，佢同我講。呢一個強積金嘅對沖機制呢，係佢哋主席積金局管轄唔到嘅範圍，因為佢係勞工法例，係屬於勞工處嗰邊管轄嘅。咁我同你反映都係冇意義嘅。你話我失唔失望呢？